中文學術寫作第7講古籍引用上。同學讀古籍一定要識得揾校注本，因為好嘅校注本唔單止會比對唔同版本，注嘅部分先係精華所在。而家出版事業蓬勃，唔少古籍同時都有標點本同埋校注本，咁當然最好就係用返校注本嚟睇同埋引用。如果唔係，就會學少好多嘢。例如張學成嘅《文史通義》，由葉英校注嘅《文史通義校注》同埋倉修良嘅《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比起標點本呢兩個校注本嘅內容就更加豐富詳盡。又例如常渠嘅《華陽國志》，任乃強嘅《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喺注釋上面就加咗好多有用嘅說明。而劉霖嘅《華陽國志新校注》都係一個好嘅選擇，而其他標點本就冇咁豐富嘅注釋內容。至於劉知幾嘅《史通》都有唔少嘅標點本同埋譯注本，而當中趙呂虎嘅《史通新校注》就係一個唔錯嘅選擇。當然啦，唔係每位同學都識自己標點古文或者完全睇得明古文，所以最好都係先用返標點本或者校注本嚟睇。榮新剛就講過，由一般翻譯角度嚟講，應該首先用嘅係標點本古籍。因為一本嚴謹嘅標點本古籍通常已經校對過現存嘅宋元本同埋其他主要嘅版本，仲會有校記講清楚每本之間有啲咩唔同嘅寫法。所以只要有一本嘅標點本喺手，就等於睇咗好幾個版本。咁當然啦，標點本嘅質素都會參差不齊，有時都會有斷句問題，但都會比同學自己嚟標點可靠。有啲學者整理古籍嘅時候會用到唔同嘅名，例如黃利器嘅《顏氏家訓集解》，楊伯峻嘅《列子雜釋》，高亨嘅《周易古今金注》，胡道正嘅《夢溪筆談校正》，楊明照嘅《普朴子外篇校篆》，楊亮《鍾劍飛點校》，王允全集衛校，黃國安嘅《柳宗元詩簪釋》。而古人對於用字都非常之講究，注、簪、集解都有唔同嘅意思。即使係同一本古籍，都可以有唔同嘅校注本。例如《世說新語》就有余嘉碩嘅《世說新語簪疏》，徐震岳嘅《世說新語校篆》，同埋楊勇嘅《世說新語校篆》呢幾個版本。而現代學者都寫咗唔少嘅今譯本，例如顧九嘅《普朴子內篇全譯》，楊伯峻嘅《孟子譯注》，陳鼓應嘅《莊子金注今譯》同埋《老子注譯及評解》，蘇淵雷嘅《三國志今注今譯》，同埋楊燕喜嘅《史記》全本全注全譯。而由許家路主編嘅《24史全譯》，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同漢語大辭典出版社出版，總共88冊，喺2004年陸續出版。而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嘅《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同埋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嘅《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兩套叢書都譯咗好多嘅古籍。就算同學對原文唔太理解，利用譯注本幫手其實都可以嘅。但係引用嘅時候就千祈唔好引用白話語譯。而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親身經歷，有一篇文章需要引用到唐代杜牧嘅《第二啟》。本來係根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嘅《範川文集》去引用，後嚟喺校對嘅時候就攞咗岳麓書社嘅《杜牧集》，就發現入邊有一個關鍵嘅地方唔一樣，前者就寫白程月，而後者就寫白眼月。最後用咗唔少嘅時間查證，就發現應該係白程月先啱，而唔係白眼月。所以如果一開始就用咗錯本，根據咗岳麓書社嘅《杜牧集》，就會有可能一路錯落去都唔知。如果係精印正史，中華書局嘅版本一向都係首選，但係中華書局出版嘅24史陸續都有修訂本推出，幫大家修正舊版錯誤。以史記為例，中華書局版本嘅史記喺1959年由顧顤剛、賀志均點校，由聶崇耆復校。點校本史記嘅修訂組就喺修訂前言入邊指出，呢次修訂對於原點校本嘅標點做咗全面嘅梳理甄別，力求統一體例，修正錯誤，對三家注引書做咗較為全面嘅校色，而對於鑑清三家注文本、完善引文標點等等，都有比較明顯嘅作用。由此可見，引用中華書局版本24史嘅時候，同學都要盡量用返修訂本。